大家早晨，星期五啦，講股市前分析。今日我哋講嘅係科技指數中期可唔可以逐步轉強呢？咁短期由於美股今晚假期休市啦，咁估計都要等到下個星期一，多數係星期二先至港股出現嗰個新嘅方向嘅。咁所以窄幅橫行多，所以我哋先睇下中期形勢先。嗱，一陣間12點鐘咧，請大家去我 YouTube 頻道裏邊投票支持我啦，選出你哋最想我下個星期為各位重點分析邊一隻股份嘅短期、中期、長期形勢㗎。今期選項有4隻：建設銀行939啦，理想汽車2015，中國平安2318，同埋普普馬特9992㗎。大家有第5隻嘅話咧，喺留言話俾我聽，咁我會咧係睇下邊個人最多人揀嘅，就下個星期或者再下個星期擺喺個選項裏邊㗎。呢個跌浪咧，剛才講咗啦，就由6715開始嘅。但係6715係邊個頂咧？個升浪就由呢一個開始嘅，4月11號結束個星期低位4296開始嘅。咁我哋先睇下呢個中期，我話告一段落啊嘛，而家係中期反彈，即係括弧 A 落完之後，但係括弧 B 啊嘛，或者你可以講圓圈咧，括弧啦，唔好圓圈啦，周期咁啊落嚟，咁究竟跌夠未咧？呢下好，而家去到呢個位，呢個升幅由4296開始升到去6715，望下最低跌到幾多？上個禮拜5361、5362啊嘛，5362咧原來已經係喺0.5倍同0.618倍嘅量度跌幅目標，即係5506同埋5220之間㗎啦。咁又過咗0.5倍，又未到0.618倍，55056至5220。嗱，如果咁嘅情況咧，我哋唔敢話呢個中期跌浪已經完，我只敢話中期跌浪第一階段完，彈完之後可能仲有第二階段，到時就會試5220，睇下個位受唔受到啦。啊！好，咁呢個係中期嘅跌浪或者中期嘅調整浪之中，而家開始咗反彈浪，呢個可能性係都唔係太低嘅。你問我估啊，3成半啦，有嘅。咁當然前升浪頂我哋通常都會作為一個嘅叫做咩好淡分水嶺啦。但係而家好明顯，呢好淡分水嶺3月7號結束個星期嘅低位5359啊，係已經失守啦。咁5359到時又會有一個阻力㗎喎。咁除咗5359呢個反彈嘅阻力之外咧，係咪5359？講錯咗，唔好意思，唔係5359，應該係6195啊，係6195啊。呢個位6195咧，到時會有一個好大嘅阻力喎，呢個附近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啲咩阻力咧？我哋大膽假設呢個中期調整落已經由6715開始，而喺上個星期低位5362過一段落。大膽假設再畫翻頭先嗰條線，錯咗嘅就係6195。好啦，反彈頭先我講咗，希望係0.5啊嘛，0.5倍係幾多啊？0.5倍就係6039。叻啲啦，就0.618倍6198，即係我哋睇兩個數，中期反彈浪目標係6039同6198係呢兩個數，而6198就同頭先講過嘅6195係非常非常接近嘅，所以6195、6198呢個附近出現較大嘅阻力係預期之內嘅。咁究竟最後可以彈到6198，抑或只係6039已經完咧？嗱，6039完嘅可能性都存在嘅。咁如果6039完嘅話咧，咁估計呢下反彈浪咧會喺0.382倍量度升幅目標5879附近停一停，然後回落調整先至試6039。但係如果唔係嘅，佢直衝上6039咧，亦都好大機會停一停，再回落調整先至上去6198。甚至更高。嗱，如果最理想嘅情況，甚至更高點咧？直衝上6198，跟住咧一個較大幅度調整，又再衝上去試6715，就正常平勢型。最樂觀嘅呢一刻啊，呢個投資氣候之後嘅數法就係咧，直衝上6198之後，略為回落之後，唔係回落太多，再急衝上去超過6715，到時就不規則平勢型調整落。哇！究竟係
理想、好理想定係非常理想咧？咁啊喺呢一刻就真係好難判斷啦。咁我哋都要繼續細心觀察市況。